哋時不時都會聽到有人講話深圳以前係個小漁村，呢個只不過係佢哋唔了解深圳嘅歷史。其實早喺東晉時期已經設立咗寶安縣，後來隨住海上絲綢之路嘅興起，深圳喺軍事上面都有咗重要嘅地位，對外貿易亦都得到比較快嘅發展。有接近1700年歷史嘅南頭古城，就係粵港澳歷史文化嘅源頭之一，亦都見證咗深圳嘅時代變遷。另外，深圳墟即係依家嘅東湖，佢嘅繁榮早喺康熙期間已經有記載。1911年廣九鐵路開通之後，深圳墟火車站成為連接內陸與香港嘅交通樞紐，從而造就咗深圳墟喺民國期間喺當時整個寶安縣最繁華嘅一個墟鎮。以至於喺1929年時任寶安縣嘅縣長提議將縣城從南頭遷到深圳墟，後來只係因為經費籌集問題得唔到認可。而當時政府做嘅調查報告亦都提到深圳墟嘅繁華情況。報告嘅內容講到，深圳墟入邊嘅商店大概有230間，有好多嘅政府機關、學校同埋社會團體都匯集喺呢度。包括張氏嘅私塾雍木堂同埋水貝村嘅私粵書院，而200幾間嘅商店當中，酒樓就有6、7間，旅館就多達10幾間。而當時記得出名嘅商號就有長江百貨、富源米鋪、仁和堂中藥店、梁四姑接生、合成號雲片糕、民樂戲院、民豐米機、裕源餅家、紅安酒家等等。相比之下，我哋嘅縣城南頭古城嘅商鋪只有30幾間，遠遠唔及深圳墟。最後喺1953年，縣政府從南頭遷到深圳墟，而喺1979年嘅3月5號，國務院批覆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。以上就係深圳歷史嘅一個大概情況。而講返點解會有人認為深圳以前係個小漁村？主要係因為改革開放嘅開山第一炮喺蛇口響起，而當時蛇口周邊嘅一啲村落就係小漁村。當你了解咗深圳嘅歷史之後，唔知你會唔會仲係認為深圳以前係個小漁村呢？